7点了后，工人入去了后，才看有500支牌啊，就代表500个来空来做事。哦，啊，若下班，阮若下班3点来，我甲我的安全灯停即个充电线，停去了后，伊就即个牌啊停我。啊，到下晡4点5点了后，这所有的牌啊地拢空都无半支啊，都无半支啊。啊，万一若还佫有一支支要安怎？哎呦，内底有6支，要经去找啊。找若好消息就是伊咧加班，歹消息就是翘去啊。我曾经有一个嘛是我的朋友，像阮朋友安尼，石头跌落来，1分钟后啊，我咧做事，1分钟后石头落来啊，找无人啊，伫倒，伫石头甲穿过长啊长度破开出来啊，赶紧去找一领衫，甲伊包起甲夹起来，赶紧叫伊抱出来咧，用车甲载出来，还是用桶甲安尼较出来。紧啊！安尼较紧得，安尼伊的灵魂都伫遮啦，死喺空内啦。啊，我唔甘伊的灵魂，做摊讲足可怜，唔通死了后灵魂搁咧空内啦，所以我就甲抱在，甲包甲抱在，哪抱哪行哪吼，爱甲化伊出来呢。伊个肺不倒咧破，肺拢流喺我身躯是烧的烧烫烫呢。抱在伊的灵魂就缀我出来，缀我甲空口，才有医生宣布讲伊死去，安尼代表伊的灵魂伫空口，灵魂唔免搁咧一世人搁咧空内做事。讲到这段，讲的想要搁好。